这街仔路安尼行行的袂歹。三，八股，八股，伊叫我们八股。来，什么意思？行路卖，敢若看头前。我有看对面啊。前后左右都要看一下，这间你就不要错过了。跟别个打都无共款。来，在长河。哇！对啊，我叫你这干嘛讲啊？五金行一些。这拢青钢的物件，这嘛是迄个。我真的要水。你看看，花菜拿来去晒时啊，要红菜。花菜吃来去菜市啊，要红菜呀。好，这拢家己编的啊。这无，这拢中卡老的编的。啊，这菜龟婆，洗澡啊，洗文书啦。这洗文书会使，这袂入贵吗？袂啦，这捌咱们妹啊。哎，这好嘞。这后迄你对啊，我们这太熟了，这上了晒多水了。真的哦，真的。做过的。好像那俄罗斯娃娃。大装小贵的。哎，够贵，够钱啊！够贵，够贵，你看秋季，请你嫁给我。对啊。啊，内底草芥子，哇，浪漫。用金蕉丝编的哇。这拢用手编的呀。这拢手编的，对。啊，这叫什么叫水呢？系啊。哦，漂亮。这有够水的啦。这拢算哇，这工好细哦。小呢，我要坐这今仔日头都大的哈。你敢若日本的回旋有无？拢安尼用。啊，不然落秀。这枕头，这高大枕头，困得较凉。哎嘛，迄个最好困。对啊，困眠，他讲袂到。伊微笑的啊。腰酸哦，会使跪哦，两种用。哦，腰哪？这拢外销，会腰。这拢外销去日本的，日本甲香港拢。这是爱日本的啊。有啊，伊日本嘛来采访啊，台湾迄个杂志哦，伊嘛有杂志啊。徐良新3号。哦，迄个阮3号有较早，就久，这偌久啊？八十几年啊哩。比你较侪岁啊，伯。哦，80几年啊。哇，这对你的。对啊。对啊。这你啊，你拢看过吗？对啊。我看过啊。你拢有用过吗？有啥？这袂当互姐啊看到。你这小好，姐啊，若是安怎的时阵，你就夹出来，甲迄镜。你这个穿这啊？这样讲啥？唔是啦，你这样讲啥？唔是啦，吹啊，要甲它摔落去。无啦，像这三彩对，我头拄想要问这，来先莫讲啊，你讲，这啥？鬼鬼。鬼鬼，什么意思？人生内底过鬼，下站的空气走在顶上，河头风面。你摕这个物件问爸啊？你使哦？安尼啦，偷开，嘿，过吹才会熄。我你也慢慢啊，把厝内啊慢慢开无透起来，过顶关过吹袂熄啊。哦，好，这啥？哦你。哦，好，啊，这啥？西站啊，西站啊，咧找顶，放在顶。放在顶下骹。西站啊。哎，啊，即摆才顶悬啦，嘿，啊，这顶悬才放迄个电灯啊。哦，我知影，啊，大同电锅内底是用铁的。厉害哇！手工，啊，这以前唔是，伊这款呀，你若老爸爱烫吼，袂车倒去。啊，咱来不手工的，拢储者就。哦，这啦，这一块骨啦。嘿，伊这袂骨的。哦，这袂骨。嘿，这袂骨。我甲你讲啦，这厝内底物件哦，你莫讲摕倒食来问对啊。哦，对，我应该问。你问你家己啦。恁拢考袂到啦。这灵母腰呐，海哪啦，伊这摆过还是哦，哎，放无条的，这放无条，囡仔害袂出面。你要拢害出去。哦，安尼害，啊，这个有帮打。系啊，这无帮打嘿啊。嘿，要这样。不是啊，这看到个叫刷，安尼个揪一下安尼啊。这个嘛是因小因来，这个嘛因。要可以做的时候啦，会晓这你就安怎我坐吼？啊，你若要恁囝要坐就坐安尼。哦，这啦，安尼是边啊？平常是咱咧坐啊。啊，这囡仔就安尼坐，骹过遮嘛。啊，这个丸子要算啊，拢会算的。哦，这拢较早。是啊。这个我没有看过，这好厉害。这啊，这就注意的。哦，迄这你买转啊，恁囝后摆恁囝好坐。你看，即摆毋是干那我讲咧，你的时机你要成熟咯。
你结婚的日子你要到了，我记你算啦，哎呀。我好日子无，还袂过山咧。拢主要是把这台湾的传统的物件拢保留落来，啊，互日本人看，互阮少年人看，对啊，系啊，互世界看。对啊，美国人也会买。看你学偌济，我学就看我都知影偌济，你甲我。厉害，那迄一张相好不好？好啊，哦，这值得纪念一下。